濟南嘅心跳係博物館裏千年文物嘅脈搏，定係鮑特泉地下翻湧嘅能量？一日時間，我哋一齊揭開呢座古城嘅科學密碼同文化基因。嚟到山東博物館，建築外形基本要素以方與圓為主，建築外形整體為立方體，喺四個角出利用雕塑化嘅手法，將建築喺四個角部進行咗無數化切削。大廳頂部懸貼有一塊約300平方米嘅墨綠色玉壁，對應住博物館頂部半球形嘅穹頂，其造型源於曲阜魯閣故城出土嘅戰國玉壁。博物館唔再淨係靜態陳列，佢用 VR、AR 呢啲數字科技，將海錯圖裏嘅奇幻生物同敦煌壁畫復活喺你眼前。呢種文化加科技嘅沉浸式體驗，就係讓歷史活起身嘅最新解法。呢度嘅展覽就好似一本立體百科書，博物館內出土文物同地圖，清晰講述咗濟南古城點樣因傳而生、因傳而建。泉水就係呢座城市最初嘅城市規劃師。嚟到鮑特泉，呢度古稱蛙，連春秋都有記載，歷代帝王文人皆被佢吸引。乾隆皇帝更因泉水清冽甘甜，封其為天下第一泉。飲一杯用鮑特泉水泡嘅茶，你飲落嚟係3000年銀斷流嘅歷史同地理傳奇。無論春夏秋冬，鮑特泉水溫都穩定咗18攝氏度左右，呢個就係深層地下水嘅特徵。所以夏天覺得清涼，冬天佢上去雲霧潤蒸，好似仙境。由博物館裏邊用科技解讀文明，到泉水邊用科學觸摸大地。濟南嘅一日教我哋用全新嘅角度欣賞中國嘅古城，唔只有詩意同風景，更有一套蘊含咗幾千年嘅精妙絕倫嘅自然與文化系統。你呢，想唔想都親身嚟解鎖呢？